兄弟姊妹高早平安，平安。今日真欢喜，看到大家透早来教会来聚会来敬拜阮的上帝。那这时阮来唱一个诗歌，听一听，准备阮的敬拜。下伊，轻轻听，伊要轻轻听，我的保证，你是我的声，伊是我保证，是命的主宰，我的心只听听主的声，伊是我。真心确保来到上帝的宝座前来祈祷。主啊，我满心感谢你，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来到你的宝座前敬拜、服侍。主啊，你是听阮的祈祷的阿爸，你是阮身体软弱的时阵会照顾的爸爸。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感受到你的疼，感受到你所做的一切。阮互阮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第二个为今仔日两堂的青少年主日礼拜，青少年的服侍，甲占卜师的讲道来祈祷。青少年的主日，遮侪青年有服侍，是美大的好代志。嘛是感谢你，互阮这青少年会当来服侍，会当来听主听人。主啊，阮嘛感谢你，互阮青少年来教会，会当服侍你是遮美好的代志。主啊，阮嘛感谢你。阮青少年有困难，会当来你的上帝宝座前，你的教会来传你的福音，互需要的兄弟姊妹。阮靠阮祈祷，伫你的圣殿宝座前，咱感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免。50迄年的各款的聚会会当顺利透过成，互阮这聚会，互兄弟姊妹有激励，互各只会里听主听良心来祈祷。主啊，我感谢你，福强教会已经50迄年啊。50迄年毋是一个数字尔，嘛是一个
好代志，因为50几年以来，上帝带伊的门徒台湾的教会来服侍你，是遮美好的代志。而且透过你的手，透过你的讲的话，引带有需要的人来教会来服侍你。我向我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免。最后，请大家为身体病痛、心灵软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上帝的怜悯，互伊得到完全的医治。你是我的伟大的阿爸，你是伟大的医生，医治人的身体病痛的时阵，会当投靠你的名，会当讨咱医治，靠着属灵的帮助。我嘛感谢你，虽然阮病痛、阮有软弱的时阵，但你甲阮同在，阮袂惊吓，袂惊全部的代志。阮向我的祈祷，向你的宝座前献上感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免。你是大你是大伯家，奇妙的主宰，我一生期待主飞翔。你是大伯家，奇妙的主宰，我的国家明白我的想。你是大伯家，你是大伯家，奇妙的主宰，我一生期待主飞翔。你是大伯家，奇妙的主宰，我的国家我的想。你是大伯家，奇妙的主宰，我的国家领着我的想。这是请大家继续起立来学乐阮想病。你
主啊，你的疼是无比的大，无比的疼，无比的爱，伫阮心中有遮侪温暖，伫阮心中。我心有伤痛过，要怎搁行行？坐坐空房等到我会看到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毋茫放手我，予我永远在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要我行过也几看，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予我平安了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心有伤痛过，要怎搁行行？坐坐困困等到我会看到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毋通放手我，予我永远在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让我看到我对我，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予我平安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让我看见也几看，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予我平安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让我看见也几看，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予我。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让我看见也几看，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予我。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这是来唱《新诗》第二首，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
现在，现在，现在，万千拢敬拜，免流高门尊严，奉献的歌自情，千千万万天君，你的应尊，赐下感谢因，万众配道恩。现在，现在，现在，专一大主宰，万民大相应，是恶乐兄弟主力。现在，现在，现在，尊严高拔世代，恶乐三位是，都以大主宰。阿门。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愿用阮的歌声，用阮的敬拜，用阮的祈祷来学乐你的圣尊名，因为你配得一切的称赞，配得一切的尊荣，也配得一切的荣光。主啊，阮感谢你，搁一摆互阮来调记你，来调记你这位全能的大君王，互阮透过来敬拜你，来调记你。也搁一摆看见着主你的荣光显现伫阮每一人的心中，也伫今仔日这场的聚会中。主啊，我嘛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伫过去的这几天，你降了雨水，互土地搁一摆得到恢复，也因为你降了雨水，也互阮搁一摆有一个新的愿望，嘛是恳求主。你降了你天顶稳定的雨水，嘛灌压伫阮每一人的心中。阮愿望搁一摆恳求主，你透过今日的礼拜，也互阮看见着主你的稳定，亲像雨水灌压伫阮每一人的心灵。互阮搁一摆来领受主你美好的话语，领受主你属天的智慧，领受主你属天的气力。愿主你来亲自引带，亲自来带领。特别今仔是青少年的纪念主日，求主特别纪念每一个服侍的青少年，一直伫教会中参与服侍、参与教会生活的这个青少年，求主帮助因，互因伫因年轻的这个生命，透过认捌主，互因的生命得到一个新的转变。透过认捌主，互因会当有一个新的愿望，伫这个世代内面会当看见到主。你来引带因，也将今日的礼拜全然交伫你的手中，也将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伫主里，求主你亲自来感动阮每一个人，亲自来对阮每一人讲话，互阮看见到主你的同在，献上阮的感谢，献上阮的祈祷。只是我嘛要用主你所教导阮的祈祷文，我要同齐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的日子，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今日主日是青少年、青年的时光纪念主日礼拜。所以今日所有的服侍，对咱一开始来到伫教会时，为招待到伫遐的敬拜，以及所有的服侍遮的听事，第一堂、第二堂，拢要邀请遮的青少年因来服侍，也希望透过今仔日的服侍，互咱搁一摆看见咱教会的合一，也看过遮的青少年因用因的生命来服侍上帝。所以这时
咱要请今日的苏辉吴佩欣同学来继续来带咱礼拜的进行。启应文第28批，诗篇118批，请邱小涵同学。启应文28篇，诗篇118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应。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去除师傅刻杀的石，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祈祷，请刘新凯同学。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主啊，你是全能的上帝，感谢你守护美好的早起，互阮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带领阮，今仔日是青年主日，感谢你，互阮有机会参与到教会每一个服侍，嘛求主保守阮，无论是伫学校的生活、家庭的关系，拢有主的同在，常常祈祷。将做阮每一工的帮助，嘛将暑假举办的主日学夏令营来祈祷，求主保守看顾囡仔的心灵，互因伫营会中搁较熟悉你，搁有8月份青年要去平湖宣教事工来祈祷，求主赐下智慧，互因伫传福音时满有圣灵的大能甲勇敢，嘛保守看顾因的出入会使平安。赐予因健康的身体，甲喜乐的心灵。嘛求主带领阮富强教会50周年的逐项事工活动，拢有你的看顾甲保守，诚做一个上灵的教会。嘛将教会身体有病痛的兄弟姊妹交托，求主医治，嘛祝福阮有主的平安甲喜乐。主的话诚做阮每一工的帮助。我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
讲述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诗篇78篇第1节到第7节，且有配安同学。诗篇78篇第1节到第7节。我的子民啊，着听我的教示，注意听我讲的话。我要开喙讲譬喻，袂讲出古早的奥秘，就是阮所听见所在，阮的祖先所传予阮的事。阮无要将遮个事对子孙隐瞒，要将上主的名声甲伊的权能，以及伊所做奇妙的事，传予后世代。伊伫哪个小诫命，伫以色列定律法，佮命令咱的祖先将遮个传予因的子孙，后代，就是底要出世的子孙知。遮个子孙嘛要传予因的子孙。安尼，因通将毋茫囥伫上帝，互因无袂记伫上帝的作为，遵守伊的诫命。献诗，且提摩太牧区献的诗歌是：我是天父的孩子。献诗了后，且牧师讲道题目是要教予后一代的事。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刚好感受到今日有非常有活力、非常的热情。感谢主，互咱有一群非常优秀的青少年伫咱的教会做伙伫遮学习，做伙伫遮成长，做伙伫遮参与着教会的生活，互因通伫这个特别是学生的这个时代，会当透过彼此的关系，透过伫遮做伙敬拜。来建立因一个这个属灵的生活，建立因一个信仰的品格，也愿上帝继续来祝福伫咱的青少年，互咱的教会的每一个青少年，拢伫上帝引带，特别伫经过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时期，有侪的诱惑，有侪的挑战，但是求上帝来帮助，上帝的智慧临到伫因的身上，互因通伫这个。年纪中，因为认捌上帝，互因生命得到更新、得到改变的气力。愿上帝帮咱，也搁一摆透过上帝的话语，要来咱要来做伙来学习，来看今仔日上帝的话，来真做是咱的帮咱。所以，咱开始分享信息进前，咱搁一摆来做一个祈祷。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互逐世代拢会当做伙合一来敬拜。逐世代拢会当用无共款的方式来敬拜你，互逐世代拢用无共款的方式来见证着主你的美好，见证着主你的故事，见证着主你的作为。主啊，帮助阮，互阮的教会为年轻到伫年长，每一个世代拢做伙合一伫遮敬拜，每一个世代拢伫遮做伙来扶持，做伙祈祷。做伙互相帮衬，来真做是一个主你所欢喜的群体。也愿主继续祝福伫遮的青少年的心上，互因伫这个青少年的时期，因为认捌主，互因的生命有盼望，互因的生命有平安，互因的心有喜乐。也愿主你透过今仔早起时的话语，也搁一届真做是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帮衬。愿主你亲自来引带，来保守。献上阮的感谢以及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今仔是青少年的时光主日，所以今仔所有的服侍第一堂到第二堂对头到尾，拢交互这个青少年来带咱做伙服侍。所以既咱教会有特别有三个是用这种群体的方式在做礼拜，第一个是咱的青少年主日。然后咱有儿童主日，然后咱阁有一个上年主日，所以咱看见为上细汉的到伫上年长的，咱拢用无共款的方式，但是咱拢共款在敬拜，共一位上帝。互咱看见伫无共世代中，咱做伙敬拜；伫无共的世界中，咱做伙合一，做伙来回应主的美好的恩典。今仔要和大家做伙来思考，嘛做伙来分享一段上帝的话语，记载伫诗篇78篇第1节到第7节。今仔要和大家做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要交予后一代的书”。伫今年年初的时阵，有一个这个基督教方中因有一个研究报告出来，伫这个今年开会的时阵，嘛有和大家分享遮的一寡的数字。当然，遮个数字可能看起来真小真细。但是，这个数字、这个调查，伊特别为这两档，伊有一个非常对所有的教会有一个调查，然后特别伫青少年这个阶段、儿童这个阶段，伊有做一寡分析。伊嘛为2017年一直到伫2022年，到伫2024年，因伫无同的阶段，伊嘛有无共款的一寡分析。伫这个分析内面，伊看到一个代志。伊讲，当这个调查，伊显示一个物件是全台湾伫2017年，差不多要活10当前的时，迄个时阵全部的儿童主日学大概有10万人，大概有10万人的儿童，每一个年龄层就是可能1年、2年、3年，大部可能平均有1.7万的遮的儿童，但是到伫2022年，就是当过5档，可能国小1年，伊原本应该要升到伫国中的时，也是讲原本国中伊要继续升到伫高中，也是大学的时，却剩
5万外人，所以你通想，原本每一个年站可能爱有要挖2万人，但是到伫5冬了后，因应该爱变做是青少年的时，却减少非常侪。特别伊调查为2022年，差不多疫情要结束迄个阶段，一直到伫2冬前2024年，教会青少年对5万外人一直降到4万7000外人，所以这2冬降了要10%的人数。所以换这个调查伊讲，换句话说，伫2冬每10个青少年都有一个无去啊。但是搁为较头前看，我看2017年的时阵，遮个儿童因到伫青少年时阵，因都无去啊。原本可能细汉的时，游玩伫儿童主日学，每一个礼拜拢伫遮唱歌、听故事，伫遮真好的学习。但是到伫青少年阶段，开始有无共款的代志爱去面对，可能是这个功课的压力，可能是朋友人际的关系，也是有无共款的诱惑，直到无法度继续伫教会的生活，直到因爱选择去行往伫这个世界。所以这真正是值得咱来思考，这真正是咱值得来思考，伫规个这个教会，特别伫信仰内面，遮个青少年到底去对？甚至咱嘛思考，当咱看见咱阁有遮个青少年伫咱的教会伫遮出入的时阵，咱爱安怎来继续帮助因？爱安怎来继续互因？伫后来阁过5冬、过10冬，还是甚至阁过20冬的时阵，因犹原继续坚守着这个信仰。我拢甲因讲声像讲，今年是富强的50周年，但是当阁过50年，富强100的时阵，我讲我可能已经无伫咧啊，但是应该拢阁伫咧。应该拢搁伫咧。我讲富强100的时阵，恁爱诚做是咧上臃肿的迄群。富强100的时阵，恁爱诚做是个上臃肿的迄群。所以咱来想，当咱搁有这群青少年伫遮，伫咱的教会，甚至伫咱的家庭的内面，咱安怎继续帮助因，继续引带因，互因真正一生中拢来军队伫主。其实毋但伫台湾发现这款的现象。咱在伫韩国，咱的印象中，韩国因的基督徒的比率是真悬的。咱看见韩国的教会拢真侪大型的教会，但是实际上，韩国的教会嘛开始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侪青少年开始流失啦，侪青少年开始离开伫教会。伫这几当韩国开始产生一个新的文化，因叫做哈佛，毋是去读哈佛大学，是侪青少年开始行去佛教。今年其实伫这个韩国的首都首尔，因每一档其实因拢有办一个佛教的博览会。今年的佛教的这个展览会，侪青少年去参加。大部分因统计去参加这个佛教的这个博览会，大概有80%是青少年，就是差不多20岁左右的，有80%去参加。但是因去调查讲，为啥这个青少年伊想要去参加这个博览会？其实嘛看见讲，这个青少年伫韩国。因其实压力嘛足大的，因的课业的压力，也是甚至讲20几岁要30岁，因的工作的压力其实嘛拢足大的。所以其实因走去佛教的时阵，因发现讲哇，迄个佛教有修行，迄个佛教有那个会当安静打禅，因发现讲走去遐敢若嘛袂歹，遐敢若会当安静着心灵，走去遐敢若会当找着另外一个帮助。所以你发现其实这个少年的这个青少年的时代，也是咱讲社青这个时代，虽然讲即摆选择真侪，即摆看起来非常的条件拢非常的好，但是实际上真侪人心是真空虚的，一直在找一个方向，一直在找一个目标，互因真正心会当安定落来。所以这互咱来搁转过来今仔经文来思考。今仔诗篇78篇，这是一个教士的诗歌，一个教士的诗篇。这个作者伊透过回顾以色列的历史，伊提醒这百姓唔通袂记哩上帝的作为。其实诗篇78篇非常的长，咱今仔只有看这个诗篇78篇的头前第7节的经文尔。这个经文非常的长，但是这篇的经文伊是咧提醒这个百姓唔通袂记哩讲过去发生什么代志。伊在提醒这百姓，不断去讲这个故事，不断的将这个信仰的故事继续讲落去。所以伫这段经文，其实嘛，伊不断的强调，毋但是咱对后一个世代爱讲出，互因帮助因去听上帝的话，互因会当去讲出上帝的作为，毋但互因去见证上帝的真实。其实嘛是咧鼓励咱教会中每一个世代，咱拢做伙咧学习这个功课。
因为这是每一个世代，当咱拢做伙学习这个功课，当咱教会每一个世代，咱拢做伙经验的时阵，我相信这一定会伫咱的教会诚做是一个真好属灵的文化。伫每一个世代，咱拢不断地分享；伫每一个世代，咱拢不断来互相来影响。所以重要的毋是讲青少年敢有来到伫教会。是当这青少年来到伫教会的时阵，这个世代的青少年敢有愿继续听见上帝的作为，敢有听见上帝的话语，敢有继续见证着上帝的真实。所以这毋若是这个青少年，因伫遮做伙学习，其实嘛是咱做伙，咱的兄弟姊妹教会做伙学习，咱嘛做伙帮助，互因伫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时代、这个时期，互因做伙嘛来经验着上帝的话语，看见上帝的作为，也见证着上帝的真实。所以要透过这段经文，互咱做伙来思考教会的青少年事工，也来做伙分享，伫咱教会中每一个世代，咱做伙会当来回应的。第一个就是咱要交互后一代，是爱有互因有一个会当听到上帝的性命。咱要交互后一代是啥物？是要互因会当有聆听上帝的上帝话语的生命。好，所以倒要讲到的是，这个青少年时期，毋若是生命成长的一个阶段，是互因的生命能透过信仰起做重要的时刻。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先帮助因，互因会当听见着上帝的声，互因会当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生命的能力。伫咱头前的经文第48章第1节，伊就先讲，伊讲我的百姓，恁着爱听我的教示。恁爱听我所讲的话。这个诗人伊安尼甲遮的以色列百姓安尼讲，你着爱听我的教示。这个听，也是咱用另外一个版本，有一寡翻译叫做中文的版本，伊翻译叫做留心听。其实不论是听，还是这个留心听，拢是伫原文的希伯来文，伊叫做什嘛，就是听的意思。所以以色列人伊常常咧讲，恁爱听。恁爱听上帝的话，听上帝的教示，这个意义毋那是只有听尔，毋是只有耳孔讲听着谁讲话，听着谁的声音。这个听伊个有一个更较深的意思，伊包含顺服、接受，然后回应。听毋是讲我这边听，这边出来，这个叫听。听有一个较深的意思，伊包含爱顺服，包含爱接受。伊也包含爱去回应，所以这个作者，这个诗人阿塞伊咧讲爱传承，要交后一代什么代志以前，伊先呼召这百姓啊，先做一项代志，做什么代志？爱先听，爱先了解上帝的话安怎伫讲啊？因为若无真正将上帝的话放伫生命来更新，无法度对生命有真实的影响啊。其实即摆这个世界。每一工拢咧发出声音。当咱提出手机的时阵，你看遮的演算法，手机遮的社群媒体，伊拢咧发声，伊拢咧出声，拢互咱看见无共款的声音。伊嘛咧塑造每一个世代，特别塑造遮的青少年遮的世代。所以问题毋是讲遮的青少年敢有在听，是因怎啊在听谁讲话？即摆因的心在听的是啥物？其实每一工拢咧听足侪话，听足侪声音，透过无共款的方式进入到因的生命。重点毋是讲因敢有在听，是因在听啥物声音。伫今年提摩太牧区，阮伫每一季阮拢有定无共款的目标，就是要来帮助遮的青少年，因真正会当来含主一个非常好的信仰的这个建立的关系，所以特别伫今年阮提摩太牧区青少年这个事工，今年阮定了一个主题，所以阮教会伫50周年有一个，嘛是有主题有意向，但是伫青少年牧区我嘛甲讲，今年咱有一个主题，就是咱对听开始，对心出发。所以伫第1季的时阵，1月到第3月，阮一直咧做一项代志，就是读经。就是祈祷，每一届聚会时阵，拢鼓励因爱纸本的圣经来参与聚会。当然手机也真方便啊，但是纸本的圣经你会当记录，纸本的圣经你会当真做是你每一届你信仰的回应啊。
所以伫今年的头3个月，阮将遮个青少年每一届聚会的时阵听分享，你爱摕你的圣经；小组的时阵，你爱摕圣经出来读，你爱摕出来祈祷，真正将上帝话放伫你的心中，真正将遮个话听到伫你的生命内面。所以即马，搁一届互咱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信仰毋是只有单纯一个知识的传达尔，毋是讲啊，你着爱听即个圣经安怎讲。你着爱听讲即个安怎教示，是一个生命的塑造，是一个生命的塑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塑造，是一个伫真理的根基所起造生命的塑造。所以咱要互后一代的是啥物？是帮助因，互因继续听见着上帝的声，互因听见着真理的声。若是咱要互后一代。其实这嘛是教会中每一个世代，咱咧继续培养、继续塑造、继续建立的能力，就是咱的教会敢有继续用上帝话正做是中心。咱敢有继续用上帝话来正做是咱的中心。后一代所需要的，毋是遮侪的资讯，毋是遮侪媒体，搁较重要是因需要真理，因需要上帝话伫因的心上。第二位含，所以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31节，耶稣讲：“我是好的牧者。”耶稣讲：“我会羊认捌我的声，我会羊听我的声音。”耶稣讲：“我嘛认捌因，因嘛跟对我。”耶稣讲：“我是好的牧者，我会羊听我的声音。我会羊听我的声音，我认得因，因嘛跟对我。”所以，咱要后一代是啥物？帮助因，引带因，互因继续培养一个。听上帝话语的这个能力，这个使命。第二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咱要互教后一代是会当继续互因经历着上帝的作为。咱要后一代是互因继续会当经历着上帝的作为。伫拄个经文第4节伊安尼讲，咱无用咱的子孙隐瞒遮个代志，咱要用后一代来说明上主所做美好的代志，伊的权能一切奇妙的作为。咱无用后一代隐瞒遮个代志。咱要用后一代说明上主奇妙的作为。伫即个经文内面，伊讲咱用后一代说明。伫台语的版本，伊是讲传，是讲传。其实无论是传说明，伊原本的意思就是咧讲宣告，也是讲传扬的意思。但是伊佫有另外一个无共款的解说，伊会当解说啥？叫做诉讼。伊会当工作叫做诉讼。所以，伊这段经文其实咧讲啥？因为若是讲，咱着爱传上帝的作为，咱毋若讲上帝的故事，咱嘛教导咱的后一代诉讼上帝的恩典有偌济啊！咱嘛教导咱的后一代讲，安怎用咱的上帝献上感谢，安怎用咱的后一代讲，看见上帝每一天的带领，每一天的作为。所以，咱要帮助因的。互因通了解，也继续知影讲哇，原来上帝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信仰的故事，毋若是只有隐瞒起来，也是讲停留伫某一个时刻，咱拢有一个责任，是对后世代不断去讲上帝恩典甲作为。今年是咱富阳教会50周年，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经历的是无共款年代的富阳教会。有人可能伫富强教会一开始设立的时阵就伫咧，有人可能伫10周年的时阵加入，20周年加入，30周年加入，40周年加入，可能嘛有兄弟姊妹你是伫今年50周年才加入伫咱的富强教会。但是，这个咱加入伫这个富强教会，这个信仰的大群体，我想咱拢有无共款的经历，咱拢有无共款伫遮所领受恩典的这个记号，所以咱拢有责任继续往后一个世代。咱有责任为后一个世代继续讲遮个故事啊，互因通了解讲哇，上帝安怎带领，上帝安怎互咱经历遮个代志。直到互因通了解的时阵，就知哇，原来上帝伫过去带领，现在带领。互因有一个更较确信的是，我嘛有一个愿望，未来我的生命嘛要安尼去经历着上帝的作为。今年50周年，咱教会要准备嘛要出版一个咱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刊物，所以我嘛去整理一下，伫咱的提摩太牧区到伫头前青少年的团契，伊是安怎改变的，伊是安怎转型的。
这是伫去年底我嘛有分享互遮个提摩太无区的青年，互因看。伫咱教会青少年安怎开始的？是伫1976年，迄个时阵教会要开设，然后咱就成立一个课辅班，成立一个自修室。特别是到咱第一代的这个礼拜堂起好的时阵，就有特别建立着这个自修室，互侪附近的青少年来到伫这个所在，伫遮读册，伫遮做伙生活，然后慢慢成立，到伫1982年青少年团契就成立啊。就因为遮一开始有遮的青少年伫遮做伙读册，伫遮做伙生活，做伙伫遮扶持，然后就成立青少年团契。伫1982年，这个青少年团契到伫这个2000年的初期，遮的青少年因真做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份子。到伫即马嘛是有侪当时的青少年犹原伫服侍，犹原伫教会伫参与。到伫2014年，教会时阵有一个转型，有一个转变。就是咱从遮个牧区开始遮个团契开始转做是牧区，迄个时阵就成立变做即摆的提摩太牧区。然后咱知前几冬咱拄着一个疫情，毋但是伫青少年影响，伫咱即个礼拜的时阵，大长的礼拜嘛是有受到真大的影响。但是到伫即个疫情了后，到伫即马2025年、2022年，佮慢慢遮青少年佮慢慢伫教会出力，慢慢伫教会来接受服侍。所以咱看见这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故事，咱看见着上帝恩典的故事啊！这是一个上帝恩典的故事，上帝带领的故事。伫咱教会中，青少年因是安怎成长的？因是安怎伫遮接受装备？因是安怎伫遮接受帮赞的？所以，咱交互后一代的，咱交互后一代，也是伫咱家己厝内，咱有青少年，咱的家族内面有青少年，咱敢有继续甲因讲遮上帝的作为，讲上帝的故事，讲咱家族内面上帝安怎引带，上帝安怎伫咱的家族内面充满着祝福。我相信，当遮个故事来讲互遮个青少年听，毋但是因会受到激励，咱家己讲的人嘛，搁一摆受到非常大的鼓励，因为搁一摆回顾，搁一摆看见上帝安怎来带领。有一个美国的诗人，伊叫玛雅 Angelo， 伊讲可能人会袂记你所讲的话，袂记你做过的代志，但是伊绝对袂记你捌带互因的感觉。人可能有一天会慢慢袂记你讲啊，我这人讲过啥物话，这人可能做过啥物代志，但是伊却袂记你讲哇，这个人伫这个我成长的过程，伫我参与伫教会的生活，伊安怎帮助我？伊安怎甲我，互我看见上帝的见证？安怎互我看见上帝的疼？来显明，互我伫我的身上来不断，互我来经验着。所以这是咱交互后一代的代志，就是互因来看见着上帝的故事、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见证，是不断一直在运行的，一定在不断在彰显的。第三个，伫这个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5节，这个提摩太伊阿嬷伊的妈妈，这个保罗写互伊的批信，伊讲伊有一个纯真的信心，是对来对伊的阿嬷。对伊的妈妈，因为有迄种信心，所以保罗讲，我相信因的信心嘛伫提摩太内面。保罗讲，因为你阿嬷、你的妈妈、你的家族的信心，所经历着上帝的作为，所以嘛，因为安尼递到这个提摩太，伊嘛有这款的信心，伊嘛有这款的经历，所以这是第二咱会当交互后一代的代志，其实嘛是咱的教会逐世代咱不断爱见证的。最后一个，咱爱交互后一代是爱互因有一个倚靠上帝的愿望，咱爱互因有一个倚靠上帝的愿望。伫最后这个经文第78篇的第7节，伊讲安尼，伊嘛会信靠上帝，袂记哩伊的作为，永远遵守伊的诫命。伊讲安尼，因会倚靠上帝，袂记伊的作为，永远遵守伊的诫命。这个中文的版本是现代中文译本，但是当咱看下本的时阵，伊就是安尼翻译。伊讲好让他们仰望上帝。拄啊，咱的这个读圣经的同学佩安，伊所读的这个台语版本，伊就讲，因通将愿望放伫上帝。
因将愿望放伫上帝。所以这段经文，互咱搁一摆来思考，咱要互后一代是啥物？是帮助互因有一个倚靠上帝的愿望啊。带伫头前我讲，其实这个世代一个青少年，因无欠缺选择啊，伊其实无欠缺选择，有足侪选择，有足侪的答案咧互因，但是因真正慢慢真正要欠缺是啥物？因的身份的认同，因生命真实的方向，甚至是因的愿望要放伫啥物所在？这个世界教导因讲，因爱仰望啥物？这个世界教导因讲，因爱仰望成绩。这个世界教导因讲爱仰望网络上的流量。这个世界教导因讲爱仰望的叫做成功。这个世界教导因的叫做爱仰望的叫做钱财。但是伫圣经的教导，伊讲爱将仰望、将愿望放伫上帝。这个世代有侪侪互人仰望的对象。这个世代有侪侪互人仰望的对象，嘛无欠缺无共款的选择，但是真正欠缺是迄个真实的方向，欠缺是迄个生命的愿望。虽讲咱真正了解即摆科技真正是非常方便、非常便利，要得到啥物真紧就得到，要查到啥物资料真紧就查到。特别咱来思考，以前咱若要找资料，咱就爱去问人，咱爱去看册。10当前，咱会讲咱用 Google， 但是咱用 Google 的时阵，伊会走出足侪网站，你可能该一个一个去找。即马毋是啊，即马拢讲用啥？我用 AI 啊 ，AI 连找拢毋免找啊，伊全部拢互你啊。所以这个世界拢甲伊讲的是啥？爱成功啊，流量，爱真直接。爱真快速，但是伫这个快速变动的过程，有时阵就失去了啥物才是真正我爱，啥物才是真正我会当将愿望、将我的生命放伫迄个所在。所以其实青年时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毋是讲只有讲啊，就一群青少年因伫遮哇真欢喜，伫遮做活动，伫遮啊做伙拍球，做伙运动，啊伫遮做伙分享因喜意的代志，毋是讲啊，阮着找一群青少年伫遮就好啊。更较重要是要帮助因一生来跟对上帝，而且是真正是找无方向的时阵，找无愿望的时阵，因会当不断转到伫上帝的面前。咱愿望毋是讲啊，我真侪青少年伫遮，咱更较愿望的是帮助因一生拢跟对上帝，互因真正伫上帝的带领内面，互因的仰望是伫上帝，因的愿望是放伫上帝遐。所以伫耶利米书第1章第17章第7节，伊讲专心信靠我上主的，这款人偌尼啊有福气。耶利米书17章第7节，伊讲爱专心信靠我上主的，这款人偌尼啊有福气。这种期待，伫阮的牧区啊一直期待，其实这嘛是对青年时间的期待。咱叫做提摩太牧区，就是要建立一个毋通互别人轻看你少年的一个牧区的文化。阮确信，阮每一个伫遮服侍的同工，阮拢确信一项代志。我相信这嘛是咱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所相信的，就是这个青少年每一个拢是上帝伊特别的创造，伊拢是上帝特别美好，而且是伊有独一非常特别伊的性命，互每一项伫遮拢会当有发挥因的恩赐，伫遮因会当来委身慢慢学习，甚至伫任何的所在，因拢会当带出着因性命的影响咱。我嘛期待伫咱教会的每一个青少年，伊会当真正培养一个用耶稣基督信仰做根基的一个群体，伫真理内面会当定根伫真理，互因的生命慢慢的成熟，互每一个青少年伫因的生命内面真正热情踏步来敬拜，互因的灵命、因的生命得到更新成长，互因真正是甲主结连，因的心灵拢健康的基督的温度。但是我嘛要邀请咱的兄弟姊妹，毋若是只有咱的青少年牧区遮的同工来引带因帮助因，
我嘛邀请教会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关心遮的青少年因的生命的成长，特别是伫厝内面，阁有遮的青少年阶段，遮的学生的青少年，咱真正为因祈祷，咱真正为因祈祷，咱嘛要不断邀请因转到伫上帝的面前，转到伫上帝的面前，来倚靠伊，来仰望伊，互因的生命真正一生来跟对伫上帝。互因的一生真正是掠着上帝，互每一个世代拢伫这款的愿望内面，互每一个世代拢伫这款的信心内面，真正去见证着上帝的美好的作为。伫这2礼拜，当咱咧看新闻的时阵，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来到伫台湾，叫做黄仁勋。大家应该拢知影，伊来到伫台湾的时阵，因为伊看到台湾有真好的一个产业，伊看见到台湾有遮高科技的产业伫这个所在，所以伊来到伫台湾，伊含遮的头家，伊含遮的规个产业，因咧要来合作。当这个黄仁勋来的时阵，伊特别去参加一个电脑展。伊伫电脑展内面有一个演讲，伫这个演讲内面，伊后壁有一个真大的背板。伊这个背板呢背板呢有无共款的公司，有无共款的企业，嘛有无共款的这个合作的大学。但是更较特别的是，伊今年的背板后面有几间是食饭的店。伊伫内面有几间是啥物猪脚啦，啥物虎城的肉粽啦，有人在咧讲生笑讲，哇，这个虎城的肉粽今年敢会食袂着，因为黄仁勋来一讲大家咱拢走去买猪脚，走去买肉粽。但是当咱看到这个事，看到这个伊咧讲的事，咱可能想讲，伊只是将伊爱食的放伫迄个顶面，伊只是将伊爱食的物件放伫顶面，看起来含遮高科技的产业，含遮 AI 的产业，含遮大学，敢若无啥物关系。但是伊咧讲的是一项代志，伊咧讲的毋是只有一个产业链尔，伊咧讲的毋是只有一个产业链，就是上游的公司做啥物款的部分，中游的公司做啥物部分，下游的公司做啥物部分，然后结合起来。伊咧讲的是一个生态系，伊咧讲的是一个生态圈。你想一个高科技的产业，若无食饭的店，高科技产业遮的人才，伊要安怎食饭？伊要安怎生活？其实嘛无法度啊，其实嘛无法度啊。所以你看见伊咧讲的，虽讲伊看敢是咧看 AI， 看一个未来，但是你看伊这个图的后面，其实有包含非常侪无共款的物件伫内面。伊所看到的，伊所了解的是，伊知，毋是只有上游的厂商处理好，就等互后壁的厂商。后壁厂商处理个等互后壁厂商，只有一条产业链，大家做家己的代志就好。伊咧看的是为虾米伊会选择来台湾？伊讲台湾有一个真水的生态系，毋是只有遮高科技的物件，是有真侪无共款的文化，是有真正无共款的物件，互台湾遮的人民，互遮的产业会当做伙成长起来。其实咱的教会嘛爱真做是亲像这种熟龄的生态系。咱毋是真做是熟龄的产业链，就是青少年是青少年，儿童是儿童，某一个部分是某一个部分，是咱的教会应该是对每一个世代，咱的教会应该是对每一个群体，咱拢互相爱有影响，咱拢爱有互相爱伫这个所在做伙来建立上帝的教会，伫这个所在建立一个熟龄的生态系。所以其实今日最后无说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当咱看见到这些青少年进来到咱的教会，当咱看见有这些青少年伫因这个年轻的时代，因就来到这，咱爱安怎帮助因？咱爱安怎引传，互因真正建立到这个信仰的大的群体内面，互因建立到这个信仰咱的教会的生态圈内面，毋是只有讲这是青少年，这是儿童。这个是少年，这个是啥物？敢若是这个部分了，然后去后一个部分，这个部分了，然后去走去对。
应该伊爱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鼓励、互相扶持、互相合一，一个非常水、美好一代传过一代，每一个世代做伙伫遮经营，做伙生活，做伙服侍，做伙祈祷的一个水、美好的信仰群体。愿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也特别祝福伫遮的青少年，互因伫这个青年的世代，真正认捌上帝；伫青年的世代，真正将因的性命完全交托给上帝，将因的愿望、将人生的方向放伫上帝遐，一生跟对上帝，真做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咱要做伙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然后咱要做伙来为着几项代志，咱做伙来祈祷。咱来唱这条诗歌，圣诗373首，救主耶稣我入去。救主耶稣我入去，永远要对我主，愿你常常跟我主持好朋友。有主那点我心里，甲歹交济阮赢，求主带我来真正稳当的行，目睭所看的要我，世间的歹我行，求主赐愿我同在，互我听你的声，对着世上要害我，为我点我心内，求主求你跟我，可你就袂受害，求主你有永永远，那用真心对你，所点明光的所在，一路路过去。那主耶稣我入去，永远要对我主，愿你常常跟我，也主持好朋友。准我看你的脚掠，那无通去行。我真爱直对你，可你就会得奖。求你因带着我，扶持到一时，后来伫天正拉我，只好朋友是你。阿门。咱只是为着几项代志，咱做来祈祷。第一项，咱为着咱教会的青少年、这个青年的世代来祈祷，求上帝的帮助，特别伫这个青年的世代，会面对侪侪的压力、功课的压力、人际的压力，来自这个社会、这个媒体侪侪的应用，求上帝来帮助，互因真正是一生来跟对伊，互因的一生用上帝的话，真做是因的中心。互因的一生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咱为着咱教会青少年祈祷。第二，咱嘛为着咱的教会伫50周年要到的时阵，咱来祈祷，求上帝帮助，互咱继续来讲出咱教会伫过去到即马，甚至到未来上帝美好见证的作为，
互咱会继续来见证上帝伫咱教会所做美好的代志，也为着这50周年所备办的侪侪的事工来祈祷，也求上帝，互这同工有智慧、有气力，伫筹备这个事工的过程，拢会当来顺序来完成。第三，咱嘛为着教会中需要兄弟姊妹来祈祷，特别伫心灵软弱，也是拄着困难挑战兄弟姊妹，也是你所认捌伫周报有刊登，也是你所认捌你的朋友、你厝内的人，咱做伙开喙来为着这个代志，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帮助阮，互阮伫教会中，阮看见有侪侪世代伫遮做伙来生活，做伙伫遮来学习，做伙伫遮来敬拜你。主啊，阮献上感谢，你互每一个世代拢会当伫遮来领受着你的恩典。虽然每一个世代语言无共，文化无共，但是阮有一个相共的代志，就是有一位主，就是有这位独一的真神伫阮的内面。主啊，帮助，互阮每一个世代拢将仰望，将阮的信心放伫主你的身上，特别帮助这个青年世代，互因的心真正是仰望伫你，互因的心来跟对你，互因的心来全然来交托伫你。主啊，来帮助因，互因伫这个青年的世代，真正是无好受到任何诱惑。真兄姊妹，手中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搁一摆了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谢你的引带带领，为富阳教会设立的开始，到伫今年要进入到50周年，阮真正看见你一个每一个时代，你互无共款的人，伫遮做伙生活，伫遮做伙服侍，伫遮做伙祈祷，伫遮做伙敬拜。主啊，阮看见每一个世代拢有美好的见证，每一个世代拢有主你的故事伫这个所在。主啊，互阮每一个世代继续讲出这个故事，互阮每一个世代继续来见证你的作为，也互阮每一个世代继续用主你的话语，诚做是阮的中心。互阮每一个世代伫富强教会内面，阮做伙合一，阮伫遮做伙学习，也伫遮做伙来起造属伫主你所欢喜的一个信仰的群体。主啊，恳求你特别帮助，伫遮的年轻的性命，遮的青少年、提无派牧区，遮的学生，主啊，求你来引带因，亲自来感动因，特别当因拄着人生的困难，当因拄着学业的这个压力，拄着人际的关系的挑战，拄着侪侪无共款伫这个时期因所面对的代志。主啊，求你亲自来引带因，因为你是因的牧者，你要引带因行过这个青少年的时期，你要引带因，嘛要互因来听见着主你的声。主啊，愿你的话真正放伫因的心中，愿你的这个教示真正伫因的生命内面不断产生好的果效，将这青少年完全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也互因伫教会的生活、教会的服侍，互因透过因所做的、因所参与的，真正来得到利益，互因含主搁较相亲近，互因的生命继续来得到主你的美好的恩典的作为。主啊嘛，搁将阮教会中每一个的兄弟姊妹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亲自来引带、亲自来带领，也特别将这伫周报内面，也是伫阮每一项所在需要祈祷的兄弟姊妹带到伫主你的面前，愿主你亲自来带领因，愿主你亲自来帮助因，愿主你亲自来成做是因生命中的帮助，愿主你的恩典甲因每一项三个地地，也是甲含阮教会也每一个兄弟姊妹三个地地，看见着主你的美好的作为，看见着主你美好的恩典，也看见着主你属天的气力、属天的能力，就伫阮的当中。献上阮的感谢及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咱就咱的时间到书会，咱要准备心，咱要做伙来奉献。咱做伙来奉献。
请大家起立。大家请坐。为根据甲报告，请穆依婷、洪真宇同学。好，大家平安。平安。伊是依婷。伊是真宇。好，今仔日由阮来向大家报告。哦，咱做伙来读本话根据，请拍开第8页。哦，今仔日的根据不了长，请问恁要读一摆还是2摆？哦，好，咱来读2摆。好，只2、3请。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得到仁爱。这个仁爱是对清气的心、清白的良心、甲纯真的心产生的。提摩太前书1章50。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得到仁爱。这个仁爱是对清气的心、清白的良心、甲纯真的心产生的。提摩太前书1章50。请拍开第2页。后礼拜主理牧师是吴宪章牧师，司会是王惠琪执事，其他的服侍请家己来看。请咱掀开主报第4页，集体交通。第1点，本会今仔日6月7号举行青年事工纪念主日的第8礼拜，由詹牧师正道。提摩太牧区青少年主领礼拜服侍，并报告本会青年事工推行概况，邀请兄弟做伙关心青少年领袖的培育，好因事工的推展，搁参与各项青年关怀、陪伴甲辅导的服侍。第2点，本会定后主日6月14主日举行吴宪章牧师培灵会，讲题是人生后半场永远的交托，欢迎兄弟互相邀请。踊跃前来聚会，领受造就。第3，小会公告。第1小点，50喜年影片录影。本会为着配合50喜年事工，录影团队伫6月12甲14前来本会，且各单位彼此连续加以配合，嘛为各项的录影工作顺利完成达到。第2小点，50喜年胜利典甲洗礼式。本会定伫8月16举行设到50喜年的胜利典甲洗礼式，鼓励要参加洗礼，也是信仰告白、跟信礼的兄弟、青年甲小儿洗礼，会当以祈祷的心，伫7月19前报名，会当甲办公室摕取报名单。提摩太牧区会当直接向詹牧师报名。第4点，基甸牧区10月22甲29要举办2026年太白短宣队。若你心中有我伫遮的感动，欢迎请联络李伟区长，也是办公室的卫师干事。第5点，教会公报社定伫5月24甲7月12举办年度手抄8号的活动，欢迎踊跃参与抄写，增进对天国8号的领受。好，第8点，今年咱教会青年要参加台南市肉粽节龙舟比赛，名号做耶和华沙龙舟队，愿因有上帝祝福甲平安完成比赛，嘛邀请兄弟到现场替因加油，有影片请看。
接落来第9点，本会8月9号54年感恩餐会有增加几块桌，若想要参加，还阁有位置，欢迎兄弟把握机会。第10点，本会定伫咧7月4号举行敬拜赞美事工研讨会，同一天暗暝阁有敬拜之夜特别主会，欢迎大家来参加。第11点，主日学的夏令营要开始报名，主题是我是媒体小达人。好啦，对象是国下2年到升国中1年的学生，时间是7月16到19，费用是1000块，请大家邀请小朋友做伙来参加。12点。题目台牧区定伫咧8月20到25要去平湖的7米教会短期宣教。若有兴趣的，今仔日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向詹牧师报名。最后提醒，今仔日礼拜了后要庆祝6月份的生日，请大家留落来互因祝福。其他的请合牧师来补充，多谢大家。啊，两位青年吼，创作俱佳，甲牧师要报拢报告了吼。感谢主，啊，真欢喜呢，咱先来介绍新朋友啦吼。啊，咱真欢喜今仔日呢，咱的蔡小慧议员甲曾俊仁里长来参加咱的礼拜，来欢迎伊，欢迎伊吼，欢迎。多谢吼。啊，咱这个蔡议员吼，真侪摆拢伫咱遮咧出入，伊是咱东区的议员吼，嘛是等于咱的大家长啦吼。啊，咱的里长啊，曾里长，伊虽然毋是咱这里的，那来搬来咱这里更较好啦吼。啊，伊是伫迄个中西区迄边吼，啊，伊是大同教会的迄个同工吼，执事吼，嘿，伫遐嘛办足侪真好的迄个里的工作吼，啊，社区的工作，安尼咱甲因祝福。啊，小等下因会落去楼骹吼，啊，甲大家挨下祝哈，啊，咱欢迎因哈，愿上帝祝福恁咯吼。第二，咱欢迎有一位是黄祥轩姊妹，来欢迎你，黄祥轩姊妹欢迎哈，啊，来咱教会欢迎。佫一位是曾瑞明弟兄、詹水明兄弟，伫楼顶哈，欢迎你哈。遮咧笑是有一个叫做曾瑞明的吗？哦，无啦，平甲明无差侪，牧师讲伊念无好的款。啊，拄则咱青少年吼，拢用台语讲咧，吼，啊，佫讲啊，足清楚、足明白，吼。啊，咱的青少年啊，所有今仔日侍奉，第1场甲第2场拢伊咧侍奉，咱爱热烈的掌声，甲因佫鼓励一遍，好不好？谢谢因来，哇，谢谢。啊，讲到台语吼，拄则咱报告的即个青年姊妹吼，讲1年啊、2年啊，啊，你听有意思吼？啊，咱台语吼，敢若音无共款，意思就有点无共款啦吼。意思讲吼，啊，咱的台语调吼有8音啦吼。啊，咱这个青少年会当足认真来学台语，实在真好。顶几日吼，咱拄则瑞平牧师嘛有提起的，即个黄仁勋啊，啊，黄仁即个世界上好野的人。啊，听到咱的小朋友讲袂晓讲台语，伊讲哈，啊你住伫遮袂晓讲台语啊？伊讲一句吼，说台湾拢撼动起来，因为吼，较早毋捌想到呢，吼，讲起台湾的囡仔袂晓讲台语安尼吼，啊，所以咱教会呢组织了青少年吼，真关心。咱这华语是咱上课啊读册用会着，但是呢，咱伫厝内、伫家庭、伫咱的社区吼，会晓讲台语，迄囡仔吼，加足巧。因为伊头脑爱转吼，迄加足聪明咧，啊，所以咱鼓励吼，咱的囡仔伫厝呢，尽量加减甲伊学台语，安尼就对啦吼，啊，真好，多谢这青少年伊美好的服侍吼。啊，我佫几项的即提醒甲补充啦，等下咱有即个生日啦吼，会庆祝哦，咱请慢才离开。拄则有讲到啥物呢？讲到讲后礼拜咱有即个吴宪忠牧师的培灵吼，啊，咱讲几啊礼拜啊，请大家踊跃招人吼来参加来领受啊，即个吴牧师哦，正讲
讲都真风趣啦，吼，袂亚仙，啊，所以大家较接来，较侪人来，因为迄天咱嘛，迄个录影音团队嘛，要来翕相，吼，伊是要翕一寡咱动态影片，吼，啊，牧师顶礼拜有鼓励讲，咱第一场礼拜甲第二场礼拜，咱尽量请同工啊，伫咱兄弟吼较早到的时候，头前的椅仔坐较满的，安尼啊，咱感觉翕起来的效果会较好哦吼。这点请咱的侍奉同工甲招待有哪协助一下，后礼拜吼，咱2场礼拜安尼啊，即个录影拢有甲各单位联络了啊啦吼。啊，过来就是讲，咱的教会吼，呢今年吼有出2队的底选队哦，一队去平湖，一队去太白，拢是无简单。啊，咱的青少年要去平湖，啊，咱较大汉的基田吼要去太白吼。啊，咱吼是讲吼安尼输人毋输阵啊，咱实在是咱大人嘛会使去断宣的，敢毋知吼？咱有的人足侪小组啦，足侪团队吼，有的人去原住民遐，毋免去到外国啦吼，去离岛。啊，原住民也是较乡村，嘛会当做真好的服侍。咱鼓励各牧区吼，各小组大家人来安排即款的底选的活动安尼吼。好啊，其他的消息咱拄则咱的青年拢已经报告了，我用图片搁做几项啊补充报告。啊，咱请同工转来即个咱礼拜的投影片吼。啊，我来做一个补充啦吼，毋知影片来。啊，咱有一个关怀的消息啦吼，就是咱本会杨朴文医师吼，啊，伊的负责人就是咱伫唱迄个摇花祝福满满吼，啊，这个李老师吼，啊，伊的杨医师伊的爸爸叫做杨辉雄长老，伫拜五蒙主文调安孝主怀，啊，咱是较毋捌的，因为即个杨长老伊是伫台中人吼，啊，年老的时阵最近才刷落来咱台南，互伊照顾吼，互伊的囡仔杨医师照顾。啊，要伫6月11过来拜四下晡1:30，伫咱殡仪馆遮举行即个日暮火化礼拜。啊，因为杨医师因的家族拢伫台中嘛吼，当然因台中遐个教会会来主持，但是咱邀请咱兄弟，你若时间会使吼，咱迄个时间咱的3人小组啦，咱有中级代表，若阁有熟悉会友来参加，啊，互因伫即个所在所举行的礼式真顺遂。啊了后，才要转去台中吼，台中的即个西屯的文乐会来举行追思礼拜。啊，原则上咱富强教会兄弟来参加即个日暮火化礼拜，安尼拄仔会当甲因关怀着。啊，欢迎大家来参加，啊嘛，请咱大家为着因吼，即个家庭求牧主文调的家庭有主的安慰来祈祷吼。过来拄则有讲起着咱即个。418吼，因有办一个真好的即个活动，是针对遮个学生囡仔吼所办的活动。啊，因为这字足细字啦吼，咱伫迄电梯内底有，咱看，啊来招呼咱社区的朋友、小朋友来参加。啊，搁即个太平短宣队拄则报告了吼，啊敬拜赞美嘛是7月初4吼，啊咱有真侪外围教会人已经来咧报名啊。啊，咱迄暗吼，迄暗做一个大型的即个青年节的礼拜，因为即个游牧师吼，伊本身就是即个赞美之泉的较早的主将就对啦吼，啊，所以有第一手的引带领咱用热情来敬拜上帝，啊，欢迎咱青少年小招，咱本会啊外教会啊，即拢来吼。过来，咱媒体小达人都有讲了啊吼，咱的小朋友吼，今年要学习讲，要哪做一个足好的，像新闻记者安尼，啊，要哪播报吼，啊，就是训练因吼，会当安尼伫影音方面有一个好的。学习就对，啊，用即个做题材，啊，招咱的小朋友参加，因咱需要报名，啊，阁有交一点费用，所以请大家赶紧来伫 QR code 来报，啊，无就来办公室来报名吼。过来有抄8幅吼，啊，咱已经有足侪兄弟已经写好交来后吼，就抄即张白纸啊，写8幅吼，即个马太福音5章吼，30到10节。啊，咱吼苏老师较认真哦，伊用毛笔写哦，啊，阁画图吼。迄张就起来，互阮看一下，安尼吼，嘿，来看一下，毛笔写的吼，这张是伊写的吼，已经写好啊，做示范。啊，咱毋免想写伊遐水啦，你抄我正就好啊，看有就好啊，会当参加比赛，搁参加抽奖吼。啊，苏老师让伊这个画图吼，啊，搁写毛笔安尼吼。啊，昨昏咱的书画班吼，
数学班的老师嘛写一张示范的示范的毛笔就是这张伊嘛用这个圣经的笔幅而且来参加。最后目的毋是讲我要参加比赛要领奖品啦，主要是咱抄一遍两遍嘛袂要紧啦，抄唔对，佮重抄，就是目的是互你这经文伫咱生活上加做咱的记忆，下口甲背起来更较好笔幅真水的经文，会当写台语、英文、白话字，佮华语拢会使好，咱顶间有介绍讲，这徐保罗教授伊有写一本真好，伫解释圣经甲信仰，佮创造所以这本因为伊这边来遮办活动继续俗印了足水，伫楼骹咱的这个咱的办公室若兄弟你有讲咱的青年读大学啦、社青啦，要甲传福音这本真好，伊咧解释讲遐创造啦、生命啦，甲圣经有啥物关联安尼？伫咱的楼骹会当来甲伊买，人等于送互青年伫遐来做伙来研究、做伙学习啦佮另外一本是咱有讲过，咱这个笔幅。佮登山宝训的册参考册，咱也有欢迎恁伫遐。佮有另外一本陈文生牧师的这个祈祷的册，欢迎恁有心欢喜要学习的做伙来做伙来买来做伙参考安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多谢。上映，请大家起立来唱上映的诗歌。求主恁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过好好，假使我言行欠你是正，让我带你遵守你诫命，予我伫幽暗中才刚强。对做是要人，这是我人生必称梦。咱做来领受，愿最后所祈祷的文典，上帝会听从，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免。大家请坐，咱灭岛来闭会。到这个时阵，咱们要来举行6月份的庆生会。咱们邀请你是6月份的寿生日，请你起立，咱做伙要唱一条生日快乐歌的祝福。6月份的寿星，6月份的寿星，请你站起来，咱们做伙来庆祝。